瓜灣自2021年年中歷史性成為有鐵路站嘅區域後，加上周邊嘅住宅物業較鄰近地區低水，近幾年一直被市場睇好，唔少用家同埋投資者都唔會錯過響呢區入市嘅良機。喺2025年下半年推出嘅土瓜灣道70號項目，提供到超過800伙新供應，一定會成為搶手嘅市區新焦點。首先開售嘅第一期，預計關鍵日期為2027年5月，提供401伙，單位實用約230至832尺，主打1房、2房戶，另設3房、4房特色戶。項目步行4分鐘達港鐵土瓜灣站之餘，亦位處政府銳意打造嘅東圍港灣畔內，屬東九龍核心，而且項目有3面單邊優勢，可遠眺維港海景，預計近一半單位可以享有海景。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哋前線嘅同事了解更多。